接下来是同心之分。同心之分其实是伊也池春心的一个作品哦，写伊恋爱的一个故事，伊读到总退某一个世界。伊是村庄的员工哦，按过呢上到过奖那去了，一个笑容哦，跟牙齿过整齐。我上到伊啊，念不做8块，指甲打到伊啊心红哦，写过神通同。人哋讲一见钟情的嗰種感覺哦，後來呢，伊就開始慢慢的接近一個小妹嘢，最先唔知伊阿名，後來那啲吼，伊嘛相中哦，一個事情對伊來講，可以睇嘅打擊，伊講伊形容講像細人嘅本人搶到伊最心愛嘅玩具共用哦，佢想起天來風大戰講，俺無愛。按古冇辦法，一個事情就會一個先師吧，先師神法就會按呢，冇一個相像的事情冇本人嘅結束哦，因為呢係一個貴寶書嘅地方，別個地方複雜可以結束一個相像的一個婚姻哦，按古前面都冇辦法。按終身用，伊又係一個幾好面子嘅人哦，伊雖然可以種咖啡，看起來佢像幾開放，按古對一個婚姻傾向一個事情，伊冇辦法接受，伊認同一個係一個下水卡出嘅一個事情，故所以伊反對。唔係講總體某一個身份，伊係員工，按總理府係有錢人，細人嘅唔係哦，係伊啊。名嘅當方嘅幾隻事相中哦，一個當然描述當時嘅一個同性嘅戀愛，按樣嘅辦法，按樣嘅做哦之後離開家鄉，等到現在歸來嘅世界，一個事情係你本人來談論，講人係牛子，講細人係牛子，爸爸係牛公，媽媽係牛母。所以呢，規家人全部係牛嘅，係出生啊。媽爺唔係人，因為也出翻嚟當時一個經濟哦，做唔得通向婚姻，一個做唔得嘅。所以呢，家庭會有發生乜嘅事情，全部係唔能唔錯。像總理府不平嘅唔能通向結婚，細人嘅不平嘅是係嘅，嘛係唔能通向結婚嘅。故事那個關係咯，所以即使一個總統咪過去一個朋友，也是咩朋友，本身講好愛來伊也不卡來適當做，按兩個人嚟佢聽來準備愛來招待人客，人本身就冇錢，按樣嘅招待哦，所以呢，台妹呢就去產地地方炒東西，可能有乜嘅可以做嘅。有雞春啊，炒到2粒雞春，還有那個早嘅用嘅。想辦法做嘅貴族嘅菜，來等伊朋友來食飯。冇想到呢，做等又等來等去，等到冇人來，伊朋友呢唔答應講要來下，又冇來向下食飯。一個事情對總統們來講，又係一個大事。冇想到一件傾向結婚嘅事情。都竟係冇本人來接受哦，他家人唔敢來演鴉片，我本人嗱講嘢係本人受到詛咒嘅一家人哦，你傾向就係做唔得違反天條嘅事情咁樣哦。按古總理府冇認為一個係做一個係他家人觀念冇改變，所以以為情報之後傾向結婚嘅事情，本總統咪讓本總統咪談。沒做唔得，係鴉片嘅人係貼報數哦。